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陈月别院。进去看看吧。姑早就想说，太子妃的功夫不错，花拳绣腿比不得太子殿下。我来陪你练练。不必了吧？在我面前，你不必隐藏自己，做你自己就好。这才是。卷起一场涟漪，微灯繁花开香满地，雪落发梢唱一曲，来与你抚琴。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你故意的，诓我。你担心我受伤？你是太子殿下，你要是受了伤，我罪过可就大了。是，太子妃最识大体。太子殿下身体康健，不会自己爬不起来的。这是夜来香，也叫月见草，好看吗？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，所以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了。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么普通的草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，它都能生长、绽放。阿月，月见草，它是最坚韧的花，它并不普通。我还喜欢它，虽然只能守着月亮，藏在夜里，但是香得痛快，开得漂亮。主上，恕属下无能，月见被太子劫走了。无妨，我另有办法。5日后，让月见引太子到柳芳的天字1号房，我自有办法让他身败名裂，死于民心。至于月见，
一心的道，不宜再用。借机会除掉吧。是。慢点儿。闪开！你撞了我们郡王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太粗鲁了！这位美人，赏脸陪大爷我喝一杯啊！是东瀛国的。爷，干嘛？时辰到了，还有多远？这边是。让他们等着，等老子带个美人过去。哎，人呢？人呢？你连人都看不住，你做什么事呢？带路！啊，行。是他，他们想诬陷玉飞尘私会东瀛郡王，通敌叛国。哎呀，你又来早了，西皇叔。哎，娶了媳妇就忘了你七叔了？不敢。你我叔侄二人有多久没在一起喝酒了？嗯？哎呀，坐。哎，酒菜已备好，咱们爷俩喝一杯。好。哎。太子殿下，今日可是为你备了场好戏。好酒。太子妃，小杜，果然浓情蜜意啊，一刻也不能分开。还不去瞧瞧？那七叔稍等。太子在里面吗？在啊。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买柳叶酿啊，这么巧殿下也在。想要喝酒，怎么不派人过来买，自己还跑一趟？
我当然是去外面等你了。地方不错啊。酒也不少，喝点。哟。就是他。呀，小美人，换了件这么漂亮的衣服呀！好巧啊，公子。哎呀，讨厌。大人，大人，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快追！将太子引到天字1号，任务已经完成。接下来发生什么意外，可就不怪我了。鬼青。图主要杀我。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？给我挨个卧缩！走。等我。就在这屋，走，把人给我交出来！你们可真是胆大包天，光天化日横行霸道，国法何在？大臣的法管不了我们东瀛人，快把狗贼救出来！跪下，跪下！太子殿下，属下护驾来迟。在孤的地方横行霸道，污蔑太子妃，今日便是你们郡王亲自到场，孤也要治他个不敬之罪。殿下，大日加斯郡王在楼下遇刺，已经身亡。什么？护送太子妃回府，过来处理。是。太子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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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子殿下！郡王意外暴毙，案件重大，孤定亲自审查，还东瀛人一个交代。若有心之人借此发难，伤我臣民，挑起战端，孤定令其以血祭旗。我大臣不令迎战。太子殿下有误，不令迎战，血债血偿。太子殿下有误，不令迎战，血债血偿。天冷，自己把衣服穿上。你生什么气啊？我生什么气？刚刚若不是我在场，你差点被那个人杀了。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在做什么？我知道，我杀了一个人渣，东瀛攻略边境无恶不作。我身为将门之女，斩杀敌军问心无愧。将门之女，事到如今你还是……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危险，后果如何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？若是我刚刚不在场，你准备怎么逃脱？若是失手被擒呢？你有没有哪怕一刻为我想过？若是被擒，殿下放心，我自会自己承担，就用我的命
来换两国交好。你就这么轻视自己的性命，在你心里，我就这么不可信任？你想保护我，我为什么没有资格保护你？你不愿用我的性命求和，我也不愿看到你的生命污损。我没有错。那你至少下次涉险之前同我商量一下。我如何保护你是我的事，与殿下无关。与我无关。杜宾，我在。天冷，送太子妃回房，没有姑的命令，不允许她踏出房间半步。